Hello， 大家好。咁今日咧就會嚟講 basic demand supply。OK， 好啦，即係講緊乜嘢咧？即係講咩 law of demand、law of supply、shortage、surplus、quantity 畫圖少少嗰啲嘢嘅。OK， 好啦，然後啦，希望大家今日用一張白紙 KO 咗少少 basic 嘅 demand supply 啦，以應付你哋可能過幾日嘅UT 啊、考試啊呢啲嘢啦。OK， 好啦。咁呢一課正常嚟講應該係你哋 Form 4嘅時候第一次 UT 嘅 syllabus 嚟嘅。OK， 好啦，要開始呢一課，我哋不能唔圍繞住兩個 concept 啦。第一個就叫做 law of demand 啦。好啦 ，law of demand 咩嚟嘅咧？就係當講緊你價格上升嘅時候 ，price 上升嘅時候啦，你個 quantity demand 會下降。好啦，咩為之 quantity 咧 ？quantity 係講量嘅意思。好啦，如果加個 demand 喺後面咧，即係講緊需求量嘅意思啦。好啦，佢就會下降。然後 vice versa 嘅意思咧，就係講緊反之亦然，即係當你 price 下降嘅時候 ，QD 會上升，個箭嘴反翻轉嘅啫。OK， 好啦，然後 other factors being constant。好啦。呢句嘢我好似好難背咁，但係其實點都要背嘅啦。但係容易啲背啦。希望講完之後你哋可以當價格上升嘅時候，就好似你出去買嘢啦。OK， 佢越嚟越貴嘅時候咧，你咪會買得越嚟越少咯。OK， 因此你嘅需求量咪會下降咯。當一樣嘢價格上升嘅時候，你嘅需求量就會下降。反之亦然，即係點啊？當一樣嘢賣得越嚟越平嘅時候，你就會傾向買得越嚟越多，你嘅需求量就會上升啦。明唔明？好啦 ，other factors being constant， 即係例如蘋果嘅嘢。唔會無啦啦影響到產嘅，我係唔會無啦啦影響到隔離部電腦嘅，明唔明？好啦，我哋畫張圖出嚟啊。例如啦，而家一樣嘢係4蚊嘅時候，你可能會想買10件。當佢一直升價咯，你咪買得越嚟越少啦。想 OK 5啦，呢個6蚊8啦，7蚊嘅時候，你可能淨係買7件。OK， 好啦，畫張圖出嚟即係點啊？咁樣啦，我畫咗一點點先啦。好啦，當一個 goods 係7蚊嘅時候咧，你淨係買7件。OK， 再落去咯。當一樣嘢係6蚊嘅時候咧，你會買8件。OK， 再落去，當一樣嘢係5蚊嘅時候咧，你會想買9件，你會買9件啦。OK， 再落去咯。4蚊嘅時候，你會買10件。OK， 然後我發現到呢幾點會形成咗一條線。OK， 呢條就叫做 demand 線啦。OK， 因此 QD 同 D 係有咩分別啊 ？QD 係一點一個數量，但係 demand 係講咁多個數量之後 combine 埋咗一條 curve。OK， 呢個就係 demand 同埋 QD 嘅分別。而如何我哋會需要納入 QD 同 D 嘅考量啦。OK， 首先你會有意欲想買呢樣嘢先。OK， 第二。就係你有能力 ，OK， 你有個 ability 喺度，你有個 purchasing ability 喺度，即係你唔夠錢嘅人啦，你可能你冇7蚊嘅，你4蚊都冇嘅 ，OK， 呢啲人就唔會考慮，我哋唔會考慮佢入條 demand 線入邊嘅。首先你有能力買，第二你想買，先至會入 demand 線入邊 ，OK。好啦，呢個係價格啦，寫漏咗，寫翻俾你咧0啦，呢個就係 quantity，OK， 明嘅 demand 線，因此就係咁樣嘅，OK，downward sloping，OK。好啦，然後到 supply 咯 ，law of supply。OK，law of supply 又背翻條嘢出嚟先啦。OK， 當你 price 上升嘅時候 ，quantity supplied 都會上升啦。vice versa，other factors being constant。好啦 ，vice versa 換言之，即係當你 price 下降嘅時候 ，QS 都會下降。OK， 好啦，你就問啦嚇，但係價格上升，點解我就會供應多啲咧 ？OK， 呢個價格係指市場價格啦，即係你呢件貨能夠買到更加多錢出去嘅時候，你即係會供多啲貨出去賣出去啦，而賺取一個更加大嘅 revenue 噶嘛，你會咁樣諗一個買家係咪？因此當 price 上升嘅時候 ，QS 就會上升。因為你想賣多啲貨出去，有多啲盈利。OK，price 係指成個市場你賣到出去嘅 market price 啊。OK， 好啦，例如啦。而家當一個蘋果出面係賣5蚊嘅時候，你可能只會供3件貨出去。但係當佢越嚟越多，佢賣到越嚟越貴嘅時候咧，你可能會6蚊嘅時候，你可以供4件貨出去啦。7蚊嘅時候咧，市場可以賣，你可能會供5件貨啦。如此類推，就越嚟越高啦。
畫翻啲圖出嚟即係點啊？即係例如呢個位啦，賣5蚊嘅時候啦，你就會供3件貨 ，OK？ 6蚊嘅時候啦，你會供4件啦 ，OK？ 7蚊嘅時候你會供5件，8蚊嘅時候你會供6件啦 ，OK？ 然後你就會發現咯喎，最後條線呢係可以形成一條直線噶嘛，咁樣呢條叫 supply 線 ，OK？QS 就係講一個點 ，supply 就係講成條 curve， 然後就會發現咦原來 supply curve 係咁樣向上 upward sloping 喎 ，OK？ 好冇？好啦，同樣啦，你會想賣先啦，同埋你會有意欲賣啦，同埋你有能力賣到出去先咧，先至叫 loft supply 嘅 ，OK？ 你有能力賣同埋你有意欲賣就係叫 loft supply， 先會納入去呢個 supply 線入邊嘅 ，OK？ 好啦，記住呢一抽嘢咧係要背啊，呢一抽嘢係要背嘅。通常方科考試冇咩考咧，就會考你背呢一條嘢出嚟啦 ，OK？ 或者叫你 apply 呢樣嘢啦。佢會問啦，當你 price 上升嘅時候，呢樣價格 price 上升嘅時候，佢會點樣？佢嘅 QD 嗰啲會點樣啦？你咪嘔翻呢個 loft 點啊去引用出嚟咯 ，OK？ 好啦，而家就講咯，當呢兩條線夾埋嘅時候，會有啲咩反應啊？好啦 ，equilibrium 喺度啊嘛。點解呢？因為你嘅需求同 supply 擲住嗰條線就係成個市場嘅均衡點。OK， 咁啱你呢件貨供到去想要6件，然後佢可以供貨嗰個6件嘅時候，一齊 QD 等於 QS 嗰一點就叫做 equilibrium， 叫 equilibrium。OK， 迎合咗 QD， 亦都迎合咗 QS。就係等於呢個市場嘅均衡點啦 ，OK？ 呢一點就係叫做 equilibrium 啦。S 嘅1點等於 demand 是1點，因此 QD 等於 QS，OK？ 好啦 ，equilibrium 啦，呢度就叫 equilibrium quantity 啦，我哋叫佢 QE 先啦。呢個就叫 equilibrium price， 我哋叫佢 PE，OK？ 好啦，而我哋 econ 上啦，我哋 assume 咗佢咧係喺呢一點嘅暫時 ，OK？ 佢冇乜嘢，即係如果佢就咁考呢一個 perfectly competitive 嘅 market 咧，佢就係會睇你呢一點嘅 ，OK？ 會睇你呢一點嘅。然後啦，你就會問啦，咁喺考試上面講嘅 shortage 同埋 surplus 係咩意思咧 ？OK？shortage 同 surplus 啦，我哋將佢譯做中文先。shortage 即係指短缺啊嘛，而 surplus 即係指盈餘啊嘛。佢仲有另外一個名嘅 shortage 亦都叫 excess demand。需求過剩 ，surplus 都叫 excess supply， 供應過剩。OK， 好啦，畫張圖出嚟，如何叫做 shortage 呢？均衡點喺呢度，均衡價格喺 PE 呢個位。OK， 好啦 ，shortage 咧就例如啦，如果而家全世界賣緊10蚊一件貨 ，OK， 啲人咧均衡點呢個位啊，係20件貨先算嘅 ，OK， 但係唔得喎，而家咧個 demand 啦 ，OK， 啲人就話唔得，我想要20件貨，sorry， 我想要40件貨，40件貨喺呢個位我當係 ，OK， 一定係大過20㗎啦，因此我喺呢個位開始啦 ，OK， 呢個位40件貨係咪？好啦。擲落去呢個位 ，OK， 呢個位就係 price set 咗個位，我叫佢 P0 先算 ，OK， 但一定係得個10蚊，我當佢5蚊先算 ，OK， 好啦，你會見到呢個就叫 shortage， 點解？當你個 price 係 set 咗5蚊嘅時候，你會出現咗一個問題啦。第一就係 QD 係40，但係5蚊嘅時候，啲人又唔想供咁多貨喎，因此咧個 quantity 啦 ，QS 嚟講咧就可能係5件貨咁樣先算 ，OK， 因此你會發現有 shortage 啦。而咩叫 shortage 咧？呢一個位就叫 shortage，OK。而點解啲人會話我想要40件啊？因為你價格 set 得太平啦 ，OK。你價格 set 得太平就會出現咗 shortage 出現啦 ，OK。你就可以講話 ，when the current market price is set below the equilibrium price
shortage emerged。OK， 好啦，全世界你5蚊嘅時候需要40件貨，但係只係供到5件貨出嚟，因此 shortage 個 unit 係幾多啊？爭幾多件貨啊？咪40減5個 unit 咯，咪35件貨咯，35個 unit 咯，而家係 OK， 呢個就叫 shortage。OK， 因為你個 current price 係低過 equilibrium price， 就會出現 shortage。OK， 5係 QS，40係 QD。OK， 好啦，然後到 surplus 啦，盈餘。好啦 ，surplus 咧就第二個情況啦。而家件貨咧 ，P/E 喺呢度啦 ，QE 喺呢度啦。OK， 好啦，呢件貨賣得太貴啦。OK， 冇乜人想要，但係好多賣家，見到呢個價就想賣出去咯喎。件貨嘅 market price 而家例如喺呢度照寫翻10蚊啦。例如而家賣20蚊一件嘅 ，OK， 跟住 QS 跟住高啦 ，QS supply 呢度啊嘛，係咪？啲供應商一定想 supply 多啲貨，見賣到咁貴，係咪？因此可能佢供50件貨出嚟咁先算啦。OK， 但係啲人見到咁貴20蚊一件喎，大佬，啲消費者梗係唔想買咁多啦，因此可能佢就係買10件貨。OK， 咁就會出現咗盈餘啦。供應商就入50件貨，但係啲消費者淨係買10件貨。OK， 咪出現咗盈餘咯。盈餘咗幾多件貨啊 ？unit 咪就係等於50減10咯，咪即係等於40 units 咯，係咪？好啦，因此個 definition 乜嘢咧 ？When the current market price is set above the equilibrium price, surplus emerged。OK， 就係咁嘅啫，好冇？講晒啦 ，basic demand supply 一張紙交完晒 ，OK。希望呢條片幫到大家。OK， 再見。